年假过后，属龙工商拢回到家己的工作打拼。根据统计，台南市去年的失业率是3.6%，拄要比全国的平均失业率较低，伫6都当中嘛是上低。而且对2019年到2020年，失业率伫6都已经连续4档上低。局长表示，并无因为这款的数字满意，以后会持续举办竞赛，解决民众找头路以及企业找员工的需求。一个就业机会，还有企业缺员工的部分，大家要互相来做努力的。当然，我们在韦德市长带领之下，启动我们台南的双引擎，就是南科跟沙仑全队这样的一个全部的各级次的努力，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。所以我们已经连续4年是6都最低的部分，我们不能这样做就满意，我们还是再次必须要更努力的部分。立工局表示，过年后分别伫安平等9个区域拢会陆续办理竞赛，预计有40外间厂商提供超过2000个工作机会。另外，面对企业持续抢工的困难，市府会落实外籍移工变成移民政策，互符合条件移工会当申请永久居留。因为你要移工变移民有一个机制，第一个要考这个相关的技师证照，另外一个部分可以我们在大专院校里面得到副学士的部分，这个是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条件。所以我们去年也开始跟关田工业区、新营工业区来启动培训相关的考对高机、考吊车。这一部分东洋因为它的移工是比较多，它单独能够成立专班的部分，那我们可以用双轨的甚至多元的这样来抢到人才，培训相关的职能的劳工进入职场。过年后嘛是一波找头路、转换跑道的时机。立工局2月1号开始就展开就业竞赛，欢迎有需要民众会当上立工局的网站查询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